讲到今仔日是中秋，这花莲救灾工作共款伫咧进行，已经开始伫咧拼这沟仔咯。不过，虽然传出讲这大冰村中学街90项的水沟仔有农药的臭味，已经有民众闻到到地无爽快送病院啊。环境部也讲有接到通报，初步检判是这农药的管仔破去，有派人去处理，也呼吁民众唔通挖进。 紧急派出处理南马矿的车，伫现场要处理的毋那是落瓦煤。伫花莲光河乡大平村的中学街90项亲就有农药截掉的，有一位民众闻到了后，身体无爽快，紧急送医。溢出来的液体，赶快把它用泥土淹过去，然后再把它清除嘛。我是捏着鼻子去铲。我那个时候听到脚都软了，就看他瘫在那边，又呕吐，又是喝水，还是一直吐这样。 家属着急，环境部环管署长车来也亲自去勘查，检判是农民杜准的农药容器破去，已经为社会利益，呼吁民众唔通挖进。我们研判是一般台湾非常常用的有机磷类或有机硫类的这一个农药。那原则上，只要不是喝进去或者皮肤接触到等等之类的一般对我们影响是不会太大。这一条路，我们就请这个我们的带队官撤离所有的义工，后续我们完全派机械来做处理。 花莲光河救灾工作进入第14日，重点任务就放伫切沟仔清理，尤其30公里的切沟仔，也有24公里爱清，下个巷仔爱靠人来清理，也毋过部分真歹靠人力处理的区域，都爱靠技术。总协调官桂连成表示，为小山鸟甲30栋的轻车车仔，拢会由环境部统合调度，也向清沟仔车厂商发声，会当加入支援。社沟经理，我请国土署全权处理。 由环境部征调全国的这个清沟车，我们预计在10月18号，所有清沟的这个工作任务要达成。假设清沟的厂商是需要这个费用可以跟国土署这边联系那么相关的费用由我们来支付。 除了清沟仔之外，两大工作重点区域，包括福州街的尾头甲保安室，为做独立接近区，由军方上校指挥官全权负责。另外，敦孝街也会独立并列，希望伫一日内完成整理。附近的红林镇是红列做河关第8区域，初一开始并列也会正式进入掌握救援工作。公视新闻采访报道。